弟兄姊大家平安。这是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安静心，做伙来敬拜上帝。独独大显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的物拢要煞互恁。三角的金丝俄罗上帝，圣诗第9首，万有三角自己欢喜。圣诗第9首，万有三角自己欢喜，俄罗上帝齐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乌老天父荣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伫圣诗的头前第12页。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后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门大家神你的总分头。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这人要对安怎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55篇，伫圣诗的后边。启用文第55篇，也就是马太第6章。马太福音第6章，伫圣诗后面199页，那显着咱做伙来体验。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地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无修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兼无比因较贵重。恁乃会因为要穿啥物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载互人迄落花落。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这个拢是外邦人咧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请咱三角拗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让阮同心的兄弟姊妹，搁一摆聚集伫你的圣殿，同心要来敬拜你的这个时阵，求主的圣神来做工，掂净阮的心，互阮自信伫你，仰望你的荣光。因为你是创造的主，你是拯救的主，你也是赐下玛纳的主。阮的心要尊重你，阮的喙要学落你。感谢主，今仔日赏赐阮水的天气，互阮伫来礼拜的路途也会当欣赏创造的美妙。上时阮也纪念伫花莲，也有济灾民，因的家园互大水淹没，即时也伫旱坑落雨外内底，求主怜悯，求主帮助。主啊，水的天气甲大的风雨，拢是你的创造，也是阮活伫即个世间所必须要面对的。主，你无应允天色常常会是蓝色的，人生永远是一帆风顺。但是主，你的确捌应允，你永远要甲你的儿女同在。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拢袂当将阮甲你的疼隔离。伫阮欠缺时，你使阮到业；伫阮拄着危险的时，你是阮的关台，是阮的避难所，是阮随时的帮助。
主，你予阮一日旷野，是要锻炼阮的信心甲意志，予阮能谦卑来学习，安怎来照你的旨意来活。主啊，愿圣神不只是伫阮礼拜时阵来引带阮来敬拜你，乃是伫阮的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拢引带阮行伫你的旨意的面顶。愿阮的祈祷，毋但是停留伫满足俗世的需要甲欠缺，乃是搁较济来靠无甲你亲近，搁较济来认捌你，搁较济来听你。因为阮知万项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愿阮也随时伫凡事顶面，先求你的国甲你的义，通来领受你早就为阮备办，超过阮所求所想的福气。主，阮真少年济济，伫今仔日袂当甲阮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无论因是还阁伫亲人离开所带来悲伤的中间，也是因的身躯，也是心灵有欠安的兄弟姊妹，拢求主的恩典甲慈爱甲因同在，安慰、医治甲扶持，也求主引带因早日回到转来到阮的中间，伫主你的厅内底有美好的团契。感谢主，你听阮的祈祷，也建立阮今仔日的敬拜。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下面赞美，今仔日圣乐队要唱的是圣诗292首，圣哉，圣哉，圣哉。感谢圣乐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下面讲述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16章第1节到23节。出埃及记第16章第1节到23节。第16章第1节到23节。好好本是伫
88页到89页，台语汉字版是伫第76页到第74页，现代中文字本是伫第89页到第91页。出埃及记第16章第1节，因对以琳起身，伫出埃及以后第2月15日，以色列人全回到以琳甲西奈中间神的旷野。以色列人全会伫旷野哀怨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对因讲：毋得着阮伫埃及地死伫耶和华的手，迄时阮有肉满鼎，有饼通食到饱。恁带阮出来到即个旷野，是要互即个花拢枵死。耶和华对摩西讲：看，我要对天道命互你，百姓着出去。家己捡，家己就掠，我通试验因，看因要趁我的法度也毋到第6日，因着将所捡来一般好势，比家己所捡的重过多。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人众人讲：到下暝恁要知，带恁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明仔早起，因要看见耶和华的荣光，是因为耶和华听见恁哀怨伊，阮算啥物？恁竟然哀怨阮？摩西阁讲：耶和华下暝时要互恁食肉，早起时要互恁食饼较饱，因为恁哀怨耶和华，伊拢听见。阮算啥物？恁毋是哀怨阮，是哀怨耶和华。摩西对亚伦讲：你着甲以色列人全会讲，恁着就近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已经听见恁的哀怨啦。耶和华拄对以色列人全会讲话时，伊往旷野要看耶和华的荣光伫云中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讲：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哀怨，你着甲因讲，到黄昏的时，恁要食肉。早起要有饼通食饱，恁就知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到下暝有安全回来，夜坎营盘，天光早伫营盘四围的地面，有一田的露水。露水干的时，看旷野的地面有细细圆圆的物，细到亲像霜。以色列人看见，毋知是啥物，家己三角讲。这是啥物啊？摩西甲因讲，这就是耶和华要互恁食的饼。耶和华所吩咐的是安尼，恁着照逐人所会食的量来捡。逐人为伊报回来的人，照伊的人额来捡，一人是5分米。以色列人照伊安尼行，有捡济，袂捡少，到用5分米的量伊捡济无出，捡少地也无徛。逐人照伊会食的量来捡伊。摩西甲因讲，人毋通将所剩的留到过早起，总是因无听摩西的话，有人留到过早起就生虫臭味。摩西受气因逐早起照逐人会食的量捡伊。日头一个晒就扬去，到第6日，因捡顶过的叶，逐人5米，全会遐的头人来甲摩西讲。摩西甲因讲，耶和华安尼讲：明仔日是重要的安息，就是服侍耶和华神的安息日。恁爱批的就批伊，爱煮的就煮伊。所剩的着家己收地留到过早起，因就照摩西所吩咐，收地留到过早起，也无臭味，内面也无虫。摩西讲：恁今仔日食即个，因为恁今仔日是服侍耶和华的安息日。恁伫田野今仔日的确找无，6日间通捡，第7日是安息日，迄日就无。咱的圣经读到遮，下面讲到今仔日
牧师要甲咱讲的题目是基督的信仰功课。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兄弟姊妹拢真关心花莲发生的迄个马泰安堰塞湖的迄个溃堤造成的伤害咱的总会的教社委员会有迄个急难救助的基金所以讲咱后主日因为时间发生其实嘛真突然啦一开始嘛迄个足侪消息，拢有真侪消息入来所以咱有兄弟去问讲到底咱有心要帮赞花莲受灾的民众，要安怎帮赞后来就知影讲，咱其实咱教会，咱长老教会拢会当透过咱的总会教社委员会的急难救助基金来帮忙会当咱嘛会当指定专款专用所以后主日咱大家伫主日礼拜中间的奉献会当安尼来做对外的奉献到时阵咱中集好好做一个讨论了后会来处理这项代志所以咱若有心要帮赞花莲受灾的民众，后主日的礼拜中间，咱会当伫奉献的时间来做一个真有意义的行动咱嘛爱持续为着遮个受灾的民众来关心代祷咱长老教会伫在地的长老教会可能因为地势的关系拢无受到损伤所以就会当伫即个时刻成做临时的救难所即个安置所甲即个救难的迄个指挥中心啦所以咱嘛一方面咱嘛爱感谢上帝，互咱教会会当成做台湾人望的记号，或者会受灾的光复乡的乡亲会当透过教会伫即个要紧的时刻所做的，会当体会到上帝是咱伊的望。咱做伙按头来祈祷主比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带领阮一礼拜得到平安。但是阮上时，阮也关心到伫花莲光复乡受到堰塞湖溃堤的损伤，是真正会大。有家庭失去了长辈，有真侪家庭因遗弃生活的工具，也伫即边的灾害中间全部互水流去。主啊，阮虽然讲无在场，花莲也好亲像离开阮远远，但是主啊，阮思考着伫人生的中间，你也互阮经历过一寡恶担当的事，互阮学习着我靠主你，阮会当行过这一切的灾害，因为阮有你迄引带，阮有你的疼迄扶持阮，阮有你圣神迄看顾，以及医治阮，所以恳求上帝你伫即个时刻，你的圣神催逼阮，用祈祷、用关心、用奉献的行动。主啊，你互阮会当伫社会中间，阮互众人看到你的疼是遮尔啊大，你的快乐是无人通比。所以恳求上帝你也保守阮的心思意念，因为阮知阮需要你的话的引带，所以恳求上帝你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讲的甲听的，拢会当平平对伫主你的话来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落去下这知足知足，咱讲知足常乐。倒饼是啥物？倒饼是啥物？咱的士大人，咱的长辈拢教咱贪
贪是啥物？贪心到最后拢是凄惨落魄。啥物叫做贪？贪就是你有，阁想要阁较侪，有想要阁较侪。所以已经做了一个大都市的市长，有名有利益，但是咧，骑飞轮的时候也是期待有人会带钱过来，那个踩飞轮的时候啦，伫办公室踩飞轮，有即款公务人员啦，即款的首长啦，都市的首长，贪就是有，阁想要阁较侪。当然，其实人生啦，人加加减减，拢对你所有的会感觉好亲像无够。无错嘛咱伫生活中间，咱讲，我有遮尔侪钱，我袂当全部开了了。为虾米？天有不测风云，所以我爱欠淡薄仔，互我拄着虾米我意料以外的代志，我会当来救急。所以人生就是安尼，这是一款咱求平安的一款的心态。我想讲，我可能安尼无够，我需要搁较努力，我需要搁较勤搁欠，这是人生，嘛毋是讲无好，嘛毋是讲无好。咱无时大做时大人教咱的囡仔趁偌济就开偌济。咱无一个时大人是安尼，教咱的晚辈讲爱安尼来生活，无。不过。若讲感觉家己所有的有一款无满足，煞变做毋知影感恩，也是讲对现况的不满，即款负面的情绪，若一直伫咱心中扩大，无久了后就会变成咱人生的毒药。互咱无论得到偌济，咱拢无可能快乐。牧师全家搬来内湖，进前伫南桃园的平镇，算做桃园市的较属伫迄个蛋白区啦，也是甚至大的所在是蛋壳区啦，遮的厝价拢我遐的10几倍，想象袂到咱遮内湖的一个便所，会当伫阮遐换一间厝，换一间公寓的，袂歹的公寓咱想象袂到。但是我观察，因为教会附近拄啊好的拢是算做咱内湖，算做 top 真贵的所在咱迄个港前站顶面甲捷运共构的大楼，迄一平100几万啦，后壁即嘛100几万。但是我著看出入日，有时阵牵狗仔出来，有时阵伫路中行，我发现住遮的一平100几万的人，看因的行动，看因的面相，无拄较快乐的，真正无拄较快乐。这互我想到今仔日咱所读的出埃及记16章。第1节到23节，会当讲16章出埃及记16章的规章内底，教咱即个知足的信用功课，真正体会伫讲知足得快乐，这真正一句，咱的长辈、咱的士大人留落互咱的话，真正是真实。以前毋知影一平100几万的厝是啥物意思。来内湖了后，对庄脚搬来内湖，当然细汉牧师伫城中区啦，但迄当阵城中区嘛是拢是旧公寓也是讲迄个公家宿舍，就讲阮住迄个市洲路甲迄个绍兴南路遐，迄以前有真侪公家宿舍。其实迄当阵城中区嘛无啥物无啥物留的，无像咱即马你也捌看到一平100几万。出入的人安尼，进门还要刷卡，然后看到门拍开，内底哇，袂输是高级大饭店、5星级大饭店的柜台，
入去，佫有人迄个会伫遐个鞠躬哈腰，但是这袂当换来快乐，这袂当换来快乐。无满足，咱袂当讲贪，但是毋知影满足，好亲像是互人袂当得到快乐。无满足、不满，毋知影感恩的负面的情绪，好亲像互人会去欲遐个永远得袂到的满足，你去欲共款。所以常常讲到即个功课，即个知足，拢会用即把刀。这狗仔真爱，欲家己的狗仔的即个尾共款，伫遐欲，要去追求永远袂当得到的满足，追求永远袂得到的满足。所以出埃及记16章记载，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的时阵，因找无物件通食，上帝收赐因恩准甲玛纳，尤其即个玛纳真特别，互因袂枵饿，但是咧，即个玛纳袂当放假日，迄天的需要，迄天得到。上帝通过即个每一天，敢若会当摕到迄日所需要的食物玛纳，来教导以色列百姓知足的信仰功课。咱知影出埃及记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百姓伫遐无物件食，伫遐开始埋怨，所以上帝回应伊的百姓的要求。百姓要求啥物？百姓要求啥物？百姓要求讲肉满鼎，然后咧有饼通食到饱。通食到饱，这英文叫做 all you can eat 啦，咱在座有美国转来的朋友 ，all you can eat， 咱台湾讲做吃到饱，吃到饱，但是上帝安怎回应？上帝回应百姓要求吃到饱，毋是互伊会当得到会员卡，然后去大餐厅，会当免费吃到饱 ，all you can eat， 毋是。上帝回应百姓要求，食到饱，是收赐因今仔日的日子，互伊安尼。日用的饮食，咱台语讲，今仔日的日食，你收赐互阮的日用的饮食。为什么要安尼？要互以色列百姓学习听从上帝的命令，比食物是搁较重要的，并且爱靠着信心来活。毋是要互咱顺着本性，互咱心中迄款的贪无满足、贪甲无满足来控制咱，所以7月底的时阵，有真侪台湾人感觉真袂当相信，讲1万块会当改变真侪社会对伫即款代志的态度。1万块尔，1万块尔。但是我讲，真正真侪人，伊就是欠迄个1万块。真侪人有迄个1万块，伊就真正会当
完成伊真侪的梦想。但是上帝毋是爱安尼，上帝透过手术咱，今仔日的食物，今仔日的日食，要互咱学习到，听从上帝的命令是比食到饱搁较重要。咱爱靠着信心，大先靠着信心来活。上帝爱咱学习，靠着信心，甲顺服上帝的旨意，来得到丰盛的生命，毋是只是食到饱，只是食到饱。所以《申命记》8章30讲啊搁较清楚，讲上帝互咱受，上帝互你受苦，互你夭餓。将你甲你的列祖毋捌的玛纳手术互你食，要互你知影人活的，毋是干那靠饼，是爱靠耶和华喙里所讲一切的话。为什么？若无愿意听上帝的命令，想讲哇，遮尔侪物件我拢爱，玛纳甲伊收一大堆。过暝了后变做啥物？臭气生虫，反倒转爱辛苦去摒扫，然后佫毋知影生虫变臭的食物，咱即马讲这会有细菌感染，可能无小心会有细菌感染，得不偿失啊！这就是讲上帝用。今仔日的日食，手术互咱，来互咱学习，顺趁上帝的旨意，听伊的命令。类兄弟，咱拢一直咧提醒咱家己讲，上帝的旨意上美好，上帝的旨意上美好。但是，我想更较重要的是态度。咱应该爱用什么态度来领受上帝所手术互咱的？约伯伫伊受苦的时阵，伊讲耶和华手术，耶和华收回。即句话什么意思？敢是上帝手术咱讲哈利路亚俄罗主，然后上帝无互咱的时阵，咱就去背面，安尼毋是一个好的关系，安尼绝对毋是一个好的关系。咱做人是大人，拢会伫囡仔10几岁青春期的时阵，拢爱处理啥物？囡仔细汉的时阵，拢会炒买啥物物件，炒买啥物物件，然后咧。有时阵，你会因为足侪原因，你就算你买会起，你无拄买互伊。为什么？想讲初中学生要讨上好的 iPhone， 当然轻轻的，咱大部分的父母实际上买会起，买袂起，咱嘛会当分期付款。但是咱会想讲，爱互囡仔知影安怎来面对我的需要，我有即个需要，我要安怎来面对？有时阵你爱衡量即个物件，敢是我即马爱有的；有时阵嘛爱衡量，我父母即马兄弟姊妹读册需要钱，哪有可能讲初中生十通岁、10几岁就一支手机啊，会当换一台奥多麦啦？像叶牧师拢会甲查某囝讲，我迄台GoGo咯，嘛无即个手机啊，遐尼贵啦，我搁买新的咧。我买新的奥多麦，搁无即个你想要讨的手机啊，遐尼贵。奥多麦专家会当徛，老爸老母会当徛去买菜。你要去学校，赶要去学校，会当载你去学校。一支手机啊，你家己用，敢有特别？
讲到态度，同款上帝的旨意上美好，上帝敢毋是也爱看到咱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上帝，面对上帝的旨意。所以知足安尼来看，敢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用功课？菲律比书保罗讲啊真好，讲到即个知足，保罗讲啊真好。保罗安怎讲？讲我讲安尼，毋是为着用无够的缘故，因为我已经学习，不论什么境遇，无毋知足。我知影点伫卑贱，也知影点伫富足。迄是饱，迄是枵，迄是富足，也是欠缺。凡事我拢老练。点伫守事我气力的，我事事拢会；点伫迄个守事我气力的，我事事拢会。咱常常会讲到即马的新世代的年轻人，安怎眼高手低？因为咱讲因是，实际上是富二代。咱一般的家庭，伫50年前，拢会当讲是好野人啊，敢有道理？我会记我爸爸买一台电视，伊买的第一台电视，放伫1楼的客厅，迄真早的时阵，然后咧厝边会来看，厝边走来看，因为迄当阵毋是每一家拢有电视。然后你敢有会记我看的旧的电影拢安尼？电话毋是大家拢有咧，所以咧，啥物人要紧代志找你，伊敲去你厝边迄个经济较好的迄个村长啦可能是村长啦、里长啦，也是迄个巷仔口迄个柑仔店，然后迄个柑仔店叫伊的太太也是先生，紧来叫你，讲有人要找你啦，紧来接电话啦。以前毋是每一户拢有电话，但是咱时代改变遐久，咱敢有可能咱拢习惯富足的生活，煞变做一小小块的打击，咱就挡袂牢，咱无办法学着亲像保罗所讲的，迄是富足，迄是欠缺，拢会当知足。我靠着迄个使我气力的，我凡事拢会。因为上帝守护咱气力，上帝守护咱气力，互咱会当伫顺利的时阵，别人看咱真牛，这是上帝守护咱气力。同款上帝互咱拄着挑战，咱吞忍，咱喙齿咬的，咱忍耐过去。这敢毋也是同款上帝的气力。你顺利的时阵，大家甲你学乐，哇，足够哦，青年才俊。你无顺利的时阵，大家拢对咧骂你，讲你即个人就是你着个性无适合，你就是安怎，你忍耐落去，你莫辩解。久了后，大家嘛讲这是上帝的气力。靠着迄个使我气力的，我凡事拢会。这是保罗提醒咱的。但是上要紧的，就是学习啥物？知足。无论伫任何情形下面，迄是饱足，迄是枵餓，迄是富裕，迄是欠缺，拢会当知足，
落去遐这。咱搁爱进一步来想，就是既然咱拢知影，咱有诶一切拢是上帝手术，所以知足诶信用功课真重要诶一个学习是啥物？可能咱心中有真侪埋怨咱家己诶处境，埋怨咱诶环境，咱埋怨咱别人有诶我无。但是，咱第一学习的，放伫心内就好。为什么？当咱埋怨的时阵，咱一方面讲，一切拢是上帝所手事，然后你搁埋怨讲，别人的厝较大间，别人的车较拍，别人的查某囝功课较好。安尼敢毋是表示讲你咧埋怨迄个手术咱一切的上帝？敢是安尼？所以，第一项会当学的是啥物？莫讲出嘴啦，莫讲出嘴。这大家拢真正需要学。这毋是讲讲即个台仔顶讲的较敖，台仔顶讲的无拄拄较敖。但是咧，至少咱大家互相爱提醒，埋怨其实埋怨。咱心中一定有一寡不满，一定有一寡感觉无爽快，但是埋怨的话讲出来，敢毋是就是打脸我们详细会讲的，一切拢是上帝所手事。所以咱爱常常提醒咱家己。咱大家你我拢爱常常提醒咱家己，提醒咱，若是有人规工对家己四周围的人发生的事，所有也是所无的物件伫遐不满，其实规工伫遐不满，伫遐埋怨，讲话埋怨，就等于是对迄个掌管一切的上帝的不满，这就是出埃及记16章，迄提醒咱的，提醒咱的，无错无错，贪，有搁想要搁较侪，有即项搁要别项，其实常常会影响着咱怎样来看代志。咱讲态度，常常社会上，其实即句话嘛真有意思。讲啥物？态度决定命运。你敢有听过即句话？态度决定命运。平平生理失败。咱敢有听过即款的故事？这社会新闻有看过，有大企业家。投资失败，然后咧，伊想袂开，伊自杀。然后，伊厝里人讲，伊的资产轻轻咧，剩的钱，全家会当毋免工作，会当几啊10档，甚至100档毋免工作。但是伊就是想袂开，伊感觉我人生失败啊。这叫做态度决定命运。有的企业家是安怎？失败阁爬起来，然后咧学着教训，学着功课，后一遍投资更精确，后一遍拄着问题，我改变处理的方式。然后咧，人讲这是虽然是打不死的蟑螂，可是呢，越挫越勇。社会上大家甲伊拍扑啊！甚至佫会伫文章内底讲到，即个是咱大家正确的态度影响他的命运。所以咱来看，什么叫做即个态度决定命运？当咱开始看无咱已经有的，然后咧反倒转过头去欣赏，过头看重迄个咱所无的。结果是安怎？
扭曲咱看代志的态度，甚至扭曲咱对伫过去经验的记忆。以前的好诶，咱拢袂记起来，然后咧，敢若看到我所无诶。地教讲，影响着咱未来的路。未来的路敢有可能？当咱态度无正确啊，咱怎样未来的路会行啊搁较顺利？无，因为咱开始忽略着我所有的。我就算无即项，我搁有即项。啊，我有的即项。反倒转是搁较重要，我所无的其实是次要，但是咧，你为着你无迄个即个较无重要的物件，你煞连现在有的即上重要的物件，你拢无珍惜，至到以后的路拢受到影响。哦，所以真侪公司行号、机关首长，伫迄个精神讲话拢会讲啥物？哦，咱退休的，其实咱以前的迄个行长啦，是咱的迄个咱的总经理讲精神训话，上爱讲啥物？你的事业、你的娱乐，然后你的银行存款都是0，然后什么才是1？健康就是1。哦，当你1没有了，就算你原本有6位数字，没有了这个1，一样都是0。你有1亿，这个1没有了，健康，身心的健康没有了，都是0。哦，这叫做什么？态度决定命运。哦，所以咱毋望咱兄弟姊妹咱活出健康。难免身体病痛，但是咱心灵的健康一定要守护掉。什么叫做态度决定命运？什么叫做毋知影知足？因为欠缺信心，毋知影知足，煞扭曲了对伫过去的经验，至到会行毋着路。亲像以色列百姓，因伫旷野中间拄着妖魔，目肚枵。因竟然反倒转去少年伫埃及做奴隶，互埃及法老的部下伫遐苦毒。以前因为伫埃及受苦毒，伫遐哀求上帝，伫遐呼求上帝，啊！伫旷野目肚枵，反倒转去少年因。过去真艰苦，甚至为着即款的艰苦求上帝，所当作好的，这叫做扭曲记忆，所反倒转感觉歹的变做好的。啊，即马拄着一寡困难，袂去解决，反倒转去少年过去。常常会看到一款讲法。伫遐少年啥物？我讲以前治安偌好，拄偌好哦。我拢讲奇怪，我细汉的时阵，好亲像甲讲即款话的人的记忆无共款。为什物？我成长的过程中间，就是咧带公务，大家拢爱装铁桶仔咧。铁桶仔以前佫无即马佫有一个佫有啥物锁会当开。以前的铁桶仔是封死的，对无？以前公务哪有可能无装铁桶仔？对吧？当然，咱即款较旧型的公务拢会铁桶仔，但是即马新的厝大楼敢有无啦？咱即马有迄个监视器，但是咱想讲，以前敢有可能讲你贵重的物件，即个食饭的时阵，你中昼食面食了，你贵重的物件，即个几若万箍的 iPhone 放伫倒仔顶，嘛无拄有监视器啊。你行出去，甚至转去公司，想着我的手机袂记食饭的时阵袂记摕，你行转来，
差不多9成以上的机会，迄个头家甲你讲，拄迄个人有一个人客摕落来互我啦，讲伊捡着一个手机啊。咱即马的治安敢有以前遐歹？吼，以前莫讲啥物西门町，我囡仔的时代去西门町，拢流行啥物真蕊啊，对无？扒手嘛，对无？以前西门町扒手偌济，即马嘛有，但是无以前遐尼恐怖，对无？铁窗，即马真侪较新的厝拢无装铁窗啊。有啦，即马的铁窗的意义是啥物？惊囡仔跋落来，所以用隐形铁窗，还有T C 的迄款的铁窗，危急的时阵会当伊有附一个夹刀着哦，你若紧急的时阵会当夹的，会当破坏。但是以前真侪人少年以前讲，以前治安偌好，无啦，我嘛台北市大汉的，以前治安哪有偌好？以前我常常会分享讲，我细汉的时阵，佫有捌半暝，我后壁铿铿锵，有人伫遐喊强盗哦，强盗哦，真正的。以前的台北市治安无即马好哦。但是，当咱忽略即马所有的，亲像啥物台湾的民主自由，对无？佫有台湾人知识已经愈来愈悬啊，咱的生活素质愈来愈悬啊。忽略即马所有的，但是咧，咱过头去看重咱即马无的，结果扭曲咱的记忆，讲安怎？以前生活偌好，拄偌好，戒严的时代生活偌好，拄偌好。然后煞袂记即，我会记即过去，我国小的时阵，国小1年啊2年，一个足缘投的男明星，甲即马中国迄个男明星共款，对大楼台北市的某一个大楼落落来，伊的爸爸退伍军人，伫遐一世人伫遐迄抗议，讲我的后生，古明伦啦，古明伦，台湾嘛发生过啊。你讲戒严时期多好，男明星也被害死伫台湾，所以咱袂当因为忽略即马所拥有的，过度去看待家己所无的，煞扭曲咱的态度。甚至扭曲咱对伫过去的经验，致到咱未来做决定的时阵，会做毋着决定。亲像以色列百姓拄着妖恶，无物件食，就开始去想念过去伫埃及最奴隶的时阵，最奴才的时阵，迄款受苦毒的经历。所以，你我敢有可能也会袂记即过去上帝怎样捌领带领咱行出困境、行出困难挑战，咱袂记即啦。直到咱即马，咱看袂到上帝持续去带领咱。因为袂记了过去，所以咧，咱看无到现在。这图片是真侪人咧问玛纳是啥物？当然圣经无讲，但真侪专家研究，玛纳真有可能是啥物？有人讲这是树仔，树仔若有空喙会安怎？留树仔接出来，有诶树仔接。可能是会当食的，这是倒手边第一个图。中迄个是啥物？结晶体，有时阵有一些东西的结晶，也是可以食用。上右边迄啥物？有时阵一寡像讲石头啦、茶啦，还有通常的石头会生出一寡菌类，所以说为什么？袂当囥久，有人讲是安尼，当然这拢无一致的，无真确定
但是玛纳到底是啥物？真侪人、真侪专家有提议讲遮个可能性，即互咱大家做一寡圣经知识啦，圣经知识弟兄姊妹，所以讲到出埃及记16章所要教咱的，人活的毋是干那靠食物，是爱靠着耶和华所讲一切的话。咱就爱对伫遮来思考，那安尼上帝所欢喜的到底是啥物？上帝到底爱咱安怎做？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上帝爱咱安怎做？当咱成功的时阵，上帝爱安怎做？大先咱爱思考，就是咱做人是大人的，咱做长辈的，咱拢无望看到咱的囝儿查某囝变成贪得无厌的人。这就为什么？咱伫囡仔细汉的时阵，咱就教因讲，就算买得起，但是这个东西你现在太小，不适合。因为咱望讲，咱的囝儿查某囝，咱的晚辈，莫变成贪得无厌。我看到我就是想要，不计代价我就是想要。咱望因学习衡量每件事情的重要性，衡量自己的能力，还衡量什么？免费手机甲几若万块的手机，若拢共款，你爱思考，你为什么要加开遐个钱去买迄个上新上好的手机啊？你是为什么？咱望因会当学习。咱望的是啥物？咱望的是咱的晚辈，咱的囝儿查某囝，以后成长了后，待人接物，拢会当充满自信。充满自信就是啥物？知足。同款，上帝也爱你我，咱每一个基督徒会当靠着信心来得到对伫生命的愿望，对伫生活的勇气。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伫提摩太前书6章第6节甲第8节，这讲啊真好。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到第8节，若是敬虔兼知足，就是大利路。因为咱出世无带什么来，过世也袂会带什么去。若是有通食，咱就要知足，这真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用功课。因为咱思考的是咱怎样会当荣光上帝，咱怎样会当因为上帝，咱得到迄个金钱买袂到的迄款的欢喜。所以美国神学家江派普伊讲的话，真正值得咱来思考。这是常常互人引用的一句话。伊讲，当咱照着上帝来有上大的满足的时阵，上帝就通过咱得到上大的荣光。当我们借着上帝而有最大的满足时，上帝就通过我们得到最大的荣耀。真正有真侪代志是咱更较需要关心，更较需要放焦点的。当咱照着上帝有上大的满足的时阵，是啥物款的迄款的关系，互咱会当安尼？我常常迄鼓励就是安尼嘛。查甫迄谈恋爱的时阵，路边摊
迄个上俗的物件，大家做伙食嘛真欢喜，对无？哪会去想讲这讲好食歹食，还是讲别人看到真歹看？当咱上关系上好的时阵，那个谈恋爱最火热的时候，路边摊食嘛真欢喜啦。这叫做表现出这个感情最火热。啊，同款嘛，咱若照着上帝得到上大的满足，别人看咱是啥物拢无，但是咱因为上帝，因为咱甲上帝的关系，咱得到上大的满足。别人看到的是啥物？讲咱所信的上帝，真正是有大恩光，会当互咱无论处境好歹，咱拢心中有欢喜平安。所以今年是巴克利牧师来台湾的150周年。巴克利牧师创办台南新雅医、中英中俄台湾教会公报社，伊阁翻译咱即马所用的圣经台语罗马字圣经。这巴克利牧师，伊本来是读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其实伊大学时代理科是伊上强的，伊表现真优秀。伊做当时上 top 的电子的研究，伊写论文，搁伫当年的英国皇家学会，甲当时的大英百科全书，伊的研究结果搁藏伫内底。用即马来看，就是前途无量。用即马来看，就是毕业以前就已经有头路，可能选择倒一间公司薪水较悬，伊就一定会当有头路，搁真好的头路。但是巴克利牧师，伊伫少年时代，伊就决志要献身，为着上帝来做工。所以献心来亚洲做宣教师。伊阁听到讲，中国迄当阵已经有满清啦满清迄当阵，伫大陆已经有真侪的宣教师啊。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岛屿叫做佛摩萨，迄当阵真欠宣教师。苏格兰人可能是听到岛屿，小可安尼感觉，搁会通哦。但是伊知影，即个所在无亲像迄当阵的大陆，资源遐济，但是伊毅然决然，1875年来到东亚的岛屿佛摩萨，就是咱台湾，伊先到伫高雄打教。然后到伫府城台南，一大60冬，甚至最后86岁过身了后，埋葬伫台南的基督教公墓。咱会感觉真奇怪，科学奇才、天才型的年轻科学家，为什么愿意放弃遐尼好的未来，伫社会上看是非常好的功成名就，但是伊走去一个当时欧洲人真少人知的岛屿佛摩萨，伫遐传福音，伫咱遮传福音，伫咱遮办教育、办报纸，佮翻译圣经。为什么？因为伊深知上帝欢喜伊做的是啥物。当然，伊知影社会上爱伊安怎做，名利双收，但是
伊既然献身互上帝，伊所追求的是上帝欢喜的是甚物？所以伊无看当时的台湾生活条件无好，当时台湾所做的，伫台湾所做的福音事工资源也真少、真欠缺，但是伊就透过伊的行动，伊照着上帝来有上大的满足，所以咱看到上帝的阳光临到伫台湾。咱做伙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遍提醒阮，就是知足的即个信用功课。你爱阮每一工祈祷的时阵，阮祈祷讲，阮今仔日的日子，你收赐互阮。主啊，你就是爱阮，时时刻刻提醒阮，就是你收赐阮，你看顾阮，你补足阮的不足，你也常时爱阮学习听从你的旨意。你爱你的百姓学习，伫你的享受的中间，毋是敢若满足家己的需要，阮是爱学习，找找你所欢喜的是甚物。所以，当阮有欠缺的时阵，求主你的圣神陪伴阮，扶持阮，互阮袂因为一时的挑战，阮就失去信心。你也爱阮，当阮顺利的时阵，你爱阮学习谦卑，因为阮知这一切拢是你的收赐，你也照你的旨意来行，所以阮爱做的毋是满足家己无够野所引起的迄款的烦恼，也是因为拥有的无够，阮伫遐埋怨。你爱阮所做的，是超找你的旨意，知影你欢喜阮做的是甚物，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教示阮，也教导阮，互阮无论是富足是欠缺，因为有你收赐阮气力，阮拢会当来承受，阮拢会当知影怎样来做。主啊，阮所了解的常常是不足，阮也常常会袂记得你的命令，恳求主你的圣神时刻提醒，来恳求你的圣神保守阮、扶持阮，互阮伫凡事的中间拢维持信心甲勇气。主啊，愿恳求主你的恩赐，愿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用上帝话甲咱带来勉励，下面咱来回应答上帝话，请掀开圣诗第142首。圣诗第142首，记那日光所照的为耶稣伫遐管理万类，也有时圆，有时无去，还阁圣国逐位建制，请咱起立来吟传首。
咱请明明执事甲秋美执事来书写。下面报告，请咱做伙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10月份的插花班伫10月初4早起10点，伫教会礼拜堂上课。请已经报名的来准时来出席。若要报名上课的兄弟姊妹，请甲秋妹执事来报名。第二，每拜五暗时7点半，逐间聚会要用总会的每周神安宫读经，欢迎兄弟姊妹踊跃参加。第三，最近的流行性的感冒甲新冠肺炎有较严重，咱呼吁大家来做好个人的防疫，也建议有感冒的症头，也是抵抗力较歹的兄弟姊妹，自下时会当挂吹暗啊。
第是若有需要牧师来探访，还是望会当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请教牧师，还是中职来讲来安排。第五下周的即个主日礼拜的内容，请咱家己来看。咱来看自迄活动主日礼拜是伫主日上午10点，圣歌日练唱是主日上午8点45分。每周的新安宫查经是伫拜五的暗时7点半，草会班是每个月一届，伫拜六的上午10点。咱圣工的事项，即礼拜的交代是社保节甲所长老，插花是娘长老，清扫是社保节。后礼拜讲道是牧师，司会是娘长老，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余信箱，司献是小妹执事甲我本人。交代是即边爱更正吼，是迄个由来兄甲谢崇杰，插花是插花班，清扫是小妹执事。顶周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请咱家己来看，若是有错误，请来提出更正。咱来读即礼拜的经句吼，伫周报的正边的下骹，出埃及记第16章第11节到第12节。台语我读一遍，大家做伙通遍。华语咱做伙来读一遍吼。耶和华对摩西讲：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哀怨，你着甲因讲，到黄昏的时，恁要食肉，早起要有饼通食饱。恁着知我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请。耶和华对摩西讲：我已经听以色列人的哀怨，你着甲因讲，到黄昏的时，恁要食肉，早起要有饼通食饱。恁着知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耶和华对摩西讲：我已经听以色列人的哀怨，你着甲因讲，到黄昏的时，恁要食肉，早起要有饼通食饱。恁着知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耶和华将所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哀怨，依靠早晨必有食物的话，你们就到献给耶和华你们的神。出埃及记16章11到12节。咱今仔日有一位新的朋友吼，是郑宇哲先生吼，咱欢迎伊。郑先生是住伫高雄，但是搁伫美国，搁伫迄供应链的管理师。咱会使介绍一下吗？我害羞。没关系。我叫做郑宇哲李玉平叫做 Dennis。我是高雄人，10几年前呢，伫美国特区的时阵，主持亚博士聚会今仔日拄仔为美国回来放假，今仔要回来2-3礼拜来台湾找你，伊介绍我来基督教会，我欢迎来莅临，谢谢。真好听，真欢迎你好，咱即马先来请安吼，咱用讲述来互相请安。平安。牧师敢有要补充报告无咱即马来念煞迄边的圣诗，圣诗第395首，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3天，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会担得洗清。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因是后咱请牧师来讲教导。为主。
伫生活中间，用咱对伫上帝的信心，无论拄着好，拄着无好，无论是富足也是欠缺，咱拢会当坦然，因为咱知是上帝手赐咱气力，靠着上帝的气力，咱凡事拢会。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更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赐恁平安。阿门。请坐，灭岛闭会。